Hell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溝咋？咁橫跨接近30年嘅職業特工隊系列呢，終於都迎嚟所謂嘅最終章啦！咁睇住阿湯佬呢，由後生跑到老呢，都仲跑緊嘅感覺呢係幾奇妙啊！咁但係去到最終章，究竟可唔可以令到個系列有一個完美嘅落幕呢？咁今日呢，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呢套職業特工隊最終清算嘅觀後感啊！咁如果大家係第一次睇呢個 channel 呢，呢個 channel 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啦，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㗎，仲會每個禮拜固定直播啦。咁所以如果你係中意電影、遊戲嘅話呢，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全部啦。咁喺出片嘅時候呢，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㗎。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呢，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呢推廣出去㗎。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故事呢，就係承接住上一部死亡清算嘅結尾啦。人工智能 Entity 呢，繼續滲透全球情報網同埋國防系統啊，令到核武國家嘅國防系統啦，逐一被滲透操控啊！核戰嘅危機咧，隨時一觸即發啦。咁而故事咧就係隨住主角 Ethan 咧喺危機同埋國家嘅雙重脅迫之下咧而展開噶啦。咁因為今集啦同上一集死亡清算咧係上下集嘅關係啦，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入場前啦都至少睇咗上一集死亡清算咧，先再睇今集嘅最終章嘅。因為今集有唔少嘅場景情節啦，其實都係源自於上集嘅劇情橋段嚟噶，亦都會比較理解上集搞咗啲咩啦，同埋某啲角色咧點解會喺今集出現嘅。咁作為系列嘅最終章呢，今集佢都的確將系列以往一啲具備嘅傳統要素啦擺翻晒出嚟俾大家睇嘅，例如誇張嘅任務場景、湯佬英雄式鳩跑，同埋以往重要角色嘅回歸等等。而且今集咧亦都比較故意咁樣喺劇情上啦，寫到同以往集數嗰啲橋段咧係有所關聯咁樣嘅。雖然我自己啦就覺得呢一點咧純粹係想賣情懷同埋做一個系列嘅回顧咁解嘅啫，對劇情嘅實際影響咧其實係冇乜特別嘅。咁但係咪有以上嘅元素就真係可以將一部橫跨接近30年嘅動作諜戰經典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呢？咁我自己又覺得係有好大嘅保留噶，因為今次呢部戲咧，即使阿湯佬點樣誇張搏命都好啦，都彌補唔到套戲啦喺劇情鋪排同埋節奏上嘅失準嘅，亦都係今集最令我失望嘅地方嚟噶。咁首先佢作為上下兩部嘅作品啦，正常有喺上下兩部作品嘅情況之下呢，係會有足夠嘅時間去鋪排啦，同埋敘述故事嘅起承轉合噶，可以用上集嘅時間去建立成個危機嘅前因後果啦，有關嘅劇情解釋同埋因由咧，亦都可以喺上集係開始建立伏筆啦，同埋大致鋪排好晒嘅。咁下集開始嘅時候咧，就可以有更充足嘅時間集中去將故事咧推上一個高潮，亦都可以令到節奏調度上面啦更加順暢嘅。咁但係偏偏今集啦，一開始咧就用咗大半個鐘嘅時間啦，去解釋一大堆嘅前因後果，而當中咧可能顧及一啲連上一集甚至係成個系列都未睇過嘅觀眾咧，佢係要解釋埋上一集發生過嘅事啊。雖然今集嘅電影已經用一種最簡單暴力嘅手法啦，用配角解釋再加啲畫面嘅呈現咧，令到觀眾好簡單就知道成件事係點樣發生噶啦，但仍然咧係用咗唔少時間去講解行動嘅前因後果嘅，令到成套戲咧係冗長咗唔少啊。同埋我覺得咧，今集將任務嘅行動咧搞到咁多步驟要交代啦，用一堆解釋性嘅文戲去交代前因後果咧，對一套間諜動作電影嚟講啦，係一件幾吃力不討好嘅事嚟嘅。咁作為一套間諜動作電影咧，我寧願佢啲文戲係擺翻喺角色啦，或者係諜戰危機本身啊，就好似第一集咁樣，而唔係每次行動之前咧都要交代一大輪每個步驟點樣做。當然啦，現實行動嘅事前簡報咧，可能真係要有咁多個步驟去講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咁但係你作為電影咧，係需要喺呢方面平衡翻咯。特別係作為一套動作娛樂電影，甚至其實可以將呢啲解釋任務目的嘅部分咧，放喺任務行動開始咗之後嘅，咁啊再穿插翻啲角色嘅對白去解釋任務嘅目的啦。咁樣係會令到節奏上咧係冇咁冗長啦。同埋佢呢兩集咧，其實都係用 AI 作為危機嘅主題啦。咁但係其實兩部戲實際上咧都係極少橋段去講 AI 咧究竟帶嚟咗啲咩危機啊，同埋佢嘅危險性係喺邊啊？講真啦，今次講到 AI 入侵全球國家核武庫咧，咁但係其實換個主題咧，你另一樣嘢落去，一樣係講得通嘅，係冇佢嘅獨特性嘅，因為套戲啦其實係完全冇顯示過 AI 嘅獨特性嘅威脅係喺邊嘅。我話有一個好勁嘅黑客反派咧，一樣係可以入侵全球嘅國家核武庫嘅。對於 AI 主題嘅緊扣性咧係好低嘅。代入其他主題咧，一樣係可以講到會有呢個核危機嘅。咁其實我覺得 AI 威脅咧，對於諜戰片嚟講啦，發揮嘅空間咧係好大嘅。例如 AI 可以隨意改寫網絡新聞啦，造成呢個曼德拉效應啦，
可以偽裝成情報人員俾假資訊啦，甚至隨意可以喺網絡上面製造唔同嘅仿真人，令人類以為呢個人咧真實咁樣存在嘅，甚至可以改寫網絡上嘅一切等等啦。咁但係今次呢部戲咧係花咗大量嘅時間去解釋任務係點樣做啊，都唔花少少時間咧去講呢個 AI 究竟點樣有威脅啦，點樣帶嚟一啲危機。而作為系列嘅最終章，比起動作上嘅精彩啦，我比較期待睇翻第一集嗰種間諜味濃啲嘅感覺㗎。因為我覺得職業特工隊咧，其實去到第5、6集開始咧，已經陷入咗一種動作場面要無上限咁提升嘅死胡同啊，就好似個狂野時速系列一樣。如果單純靠動作一次比一次咁誇張盛大去吸引觀眾嘅話呢，其實終有一日咧係會滑鐵盧啊！畢竟湯告魯斯點樣勁都好啦，佢始終都係人嚟噶嘛。動作場面呢，我覺得係冇可能無上限咁樣提升啊！爬飛機啦、爬大廈啦、降傘啦、飛鼠裝啦，當每一次都將個難度提升啦，終有一日咧係會去到盡頭啊！而當呢啲動作咧都唔夠上一次誇張嘅時候咧，觀眾咧就會覺得悶噶啦，就好似狂野時速咁樣啦，最終咧只會玩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變成誇張失實啊！而今集咧喺動作場面上咧，我覺得就係遇到呢種情況啊，佢要將件事咧再提升到去另一個超人嘅層次咧，所以我覺得某啲情節咧都係比較誇張下嘅，就例如佢潛水嗰部分啦。咁而好死唔死咧，我上個禮拜先睇完另一套講飽和潛水嘅電影啦，係300尺窒息倒數啊，咁啊真人真事改編嘅。咁所以當我睇今次呢套職業特工隊嘅時候咧，就覺得潛水嗰部分嘅情節啦係幾誇張下嘅，已經唔係一句 Mission Impossible 就可以解釋到嘅事嚟嘅。咁雖然啦，成套戲咧整體上咧個節奏係比較冗長嘅，咁但係睇住湯告魯斯咧60幾歲都仲親身上陣拍動作片咧，都可能真係後無來者啦。始終咧荷里活個個都身光頸靚咁錫身咧，而且即使個演員咁做啦，都未必個個咧可以做得到啊。因為親身上陣嚟講啦，對身體要求嘅契合度咧係好高啊。所以湯告魯斯主演嘅動作電影咧，可以話係睇一次咧就少一次嘅。咁最後就嚟個例牌嘅總結比分啦。咁我會俾呢套職業特工隊最後清算咧 C+ 嘅。咁雖然今集作為整體結尾嚟講咧係有啲失望嘅，但仍然見到湯告魯斯喺套戲度招牌式咁鳩跑啦，再加上有少少貫穿以前系列集數嘅劇情咧，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足夠入場一睇嘅理由嚟噶啦。咁大家咧又睇咗呢套職業特工隊最後清算未呢？咁啊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咁而且咧都睇到呢度啦，就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 啦。咁我每個禮拜咧都會更新短片啦，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等等噶。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電影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啦。咁下次再電影或者遊戲咧，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噶。咁我係 Jeremy 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